喺香港呢個地方，有人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有人相信勤力可以脫貧。但係今日要講嘅呢個女仔，佢就由細到大都淨係相信一個字，就係錢。佢唔係啲咩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名媛，相反，佢係喺大埔街市嘅腥臭味同老鼠、曱甴嘅陪伴下長大。佢由當年嗰個望住街市污水發誓要離開呢個地方嘅細路女，到後嚟竟然真係住上山頂，手挽10幾萬一個嘅 Hermes 手袋，過住富豪級別嘅生活。咁呢個街市妹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憑空踏上一條通往百億家族嘅天梯呢？而佢嘅故事唔係童話，而係一場充滿精心計算、博弈同埋用身體作為籌碼嘅現實遊戲。大家好，歡迎嚟到 SET 檔案，我係重案調查員伍 Sir。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故事就係街市妹嘅百億槓桿遊戲。今日故事嘅女主角叫鍾瑞森 Rachel， 花名伍索。佢1990年喺香港出世。佢喺18歲之前，絕對同豪門呢兩個字完全扯唔上任何關係，因為佢自細住喺大埔嘅一間唐樓，而樓下就係街市，所以佢自己喺訪問中都苦笑咁講過，佢細個嘅時候，屋企嘅常客就係老鼠同埋曱甴。大家可以試諗一下，一個幾歲大嘅細路女，每日聞住街市嘅腥臭味做功課，行出門口就要小心唔好踩到地下嘅污水。因此喺呢種環境長大，通常會產生兩種人，一種就係認命，慢慢習慣呢種味道，接受自己就係呢個階層嘅人；而另一種就係發誓無論如何都要爬出去，永遠都唔會望翻轉頭。而好明顯，鍾瑞森就係後者。佢後嚟喺受訪問嘅時候講咗一句好震撼嘅說話，佢話自己由細個開始就會主動過濾嗰啲窮人新聞，所有關於基層、貧窮、社會慘況嘅嘢，佢都會自動 skip。佢唔想知道個世界有幾慘，佢只係想睇下嗰啲豪門係點樣生活，睇下啲有錢人係點樣使錢。而呢種近乎偏執嘅專注力喺咁細個嘅女仔身上出現，可想而知，佢將來絕對唔會係一個普通嘅人。佢讀書唔算話好標青，但佢好早就明白一個道理：喺香港呢個追名逐利嘅地方，如果要向上爬嘅話，最快嘅捷徑絕對唔係打死一世牛工，而係要透過婚姻同人脈去改變命運。雖然佢呢個諗法，可能好多人都覺得佢好現實、好市儈，但對於伍索嚟講，呢個係佢親眼所見、親身經歷嘅生存之道。喺18歲嗰年，佢就做咗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就係結婚啦。查實呢個決定，佢並唔係一時衝動，而係要貫徹執行。佢由細到大嗰套要靠婚姻去改變命運嘅諗法，所以喺18歲，佢終於等到一個實踐嘅機會。因為當時佢識咗一個屋企做生意、住獨立屋、身家過億嘅富二代。而對於當年仲係一個住喺大埔街市騎樓底嘅妹妹仔嚟講，呢個男人就係佢脫貧嘅大水喉。再加上當年嘅鍾瑞森，用佢自己嘅說話嚟講，就係戀愛腦。佢以為嫁咗俾一個有錢人，從此以後就可以過住王子與公主嘅幸福快樂生活。但現實嘅步伐往往比童話嚟得更快、更赤裸，因為佢好快就奉子成婚，生咗人生嘅第一個仔。但係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冇幾耐就極速玩完。咁點解呢？因為現實係你嫁俾一個富二代，但唔代表你真係入咗佢哋嘅世界。當對方家人嫌棄你出身嘅時候，佢哋就會開始閂水喉。當佢哋唔再俾錢你使嘅時候，你除咗有一個某某太太嘅名分之外，其實就乜都冇，乜都唔係。於是就喺呢一刻，佢終於醒覺啦。之後佢帶住個仔毅然離開咗呢段婚姻。而就喺佢行出嗰個門口嘅一刻，可能佢都未必知道自己嘅人生將會徹底唔同。如果話人生有轉捩點，咁呢一刻可能就係佢真正嘅浴火重生。而所謂嘅重生，用佢自己嘅說話嚟講，其實係嚟自一個好痛嘅醒悟。佢後嚟話生完呢個仔之後，佢即刻就後悔，但佢後悔嘅唔係生仔，而係後悔自己將希望寄託喺一個男人身上。所以呢段婚姻留俾佢嘅，除咗有一個仔之外，而更多嘅係一個好深刻、好痛嘅教訓。由呢一刻開始，嗰個戀愛腦嘅天真女仔已經死咗，取而代之嘅係一個頭腦極度清醒、目標極度明確、發誓唔會再俾人撳住嚟搶嘅策略家。好啦，出翻嚟社會之後，伍索手上嘅牌有啲乜嘢呢？佢有一個仔，一副好嘅身材，同埋一副各花入各眼嘅靚樣，仲有一份經過洗禮之後嘅極度清醒。呢一刻佢可能開始明白，如果要玩嘅就要玩最大嘅遊戲。與其靠打一份牛工慢慢捱嘅話，倒不如直接去最有錢嘅地方，釣翻條最大嘅魚，咁樣先至有機會可以享受到金錢同地位帶嚟嘅一切。於是佢開始活躍喺一啲所謂嘅富豪飯局。而呢啲場合絕對唔係普通人有機會去嘅。
呢啲場合通常喺高級會所或者私人場地舉行，出席嘅多數都係有頭有面嘅富豪同埋權貴。而佢自己喺訪問度係點樣形容自己喺呢啲場合嘅狩獵策略呢？佢就係用咗4個字，叫做真空上陣。佢話佢喺呢啲衣香鬢影嘅場合當中，佢嘅衣着會特別大膽，若隱若現，甚至揈嚟揈去。你以為佢係賣弄風情咩？咁你就膚淺啦。因為佢要做嘅就係要喺最短時間之內，令到自己成為全場嘅視覺焦點，將所有競爭對手比下去。但係吸引富豪注意力只係入場券，至於點樣鎖定目標先至係真功夫。因為佢好清楚嗰班富豪見慣大場面，所以如果淨係得個樣，佢哋只會覺得你係一個冇靈魂嘅公仔。因此佢嘅策略就係差異化，佢會主動出擊，保持姿態最高，眼神最準，但絕對唔會好似其他女仔咁樣，一見到有錢佬就飛蛾撲火咁衝過去。佢會喺適當嘅距離用眼尾觀察，等待一個最自然嘅時機去介入話題。大約喺2016年，佢喺呢啲場合入面鎖定咗馬青亨呢個終極獵物。而呢個男人係邊個？佢就係大生銀行主席馬氏家族嘅後人。馬氏家族喺香港銀行界地位顯赫。大生銀行嘅創辦人馬錦燦係60年代香港嘅5大富豪之一，佢哋家族資產估計過百億。而當時嘅馬青亨已經分超過30年，佢嘅太太孔令奇係醫生出身，家族同樣都係銀行世家。而呢個男人低調保守，有權有勢，佢正正就係伍索心目中最理想嘅終極藍籌股。所以話呢個女人嘅頭腦絕對唔簡單。而伍索嘅手段就係但凡俾佢睇中嘅獵物，幾乎全部都係走唔甩。好啦，當關係開始咗啦，喺呢一刻呢個遊戲就正式埋位。咁到底點樣先可以維持一段同百億富豪嘅婚外情呢？而且呢段關係要維持成9年咁耐，仲要滴水不漏，呢度就需要極度嘅計算、忍耐同埋執行力。好多人以為做第三者就係貪圖一時嘅物質，或者係戀愛上腦。但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嘅話，咁你就連個遊戲嘅門口都揾唔到。相信伍索喺呢段關係入面，最初展現出嚟嘅絕對唔係貪婪，而係一種極度嘅懂事同埋體貼。因為咁樣做先可以令到呢個富豪徹底沉船。你試諗下，馬青亨係咩人？佢係一個有頭有面嘅銀行主席，而且仲要係有家室嘅人。所以對於佢呢種人嚟講，最怕嘅就係麻煩同埋醜聞。因此佢哋喺相處嘅初期，伍索永遠唔會喺唔適當嘅時候打電話俾對方，亦都永遠唔會要求對方留低。當馬青亨同屋企人一齊嘅時候，佢會完全消失，就好似從來冇存在過咁樣。而呢種近乎隱形嘅狀態，就係佢能夠喺一個咁保守嘅銀行家身邊穩佔一席位嘅第一個關鍵。講到隱形呢樣嘢，佢究竟做得有幾咁徹底呢？馬青亨份人不嬲都好低調，但伍索就做得更加徹底，因為佢會盡量避開喺公眾場合同馬青亨見面，而佢嘅社交媒體上面亦都從來唔會出現馬青亨嘅半個影子。所以當你喺幕前完全見唔到佢嘅時候，咁就即係代表佢喺幕後正默默咁落緊一盤好大嘅棋。但係單靠隱形係唔夠嘅，真正嘅殺着，亦都係最核心、最惹人爭議嘅一步，就係生育啦。喺呢9年入面，佢同馬青亨生咗4個仔女，而加埋同前夫生嘅嗰個大仔，佢總共有5個小朋友。但你咪以為呢啲只係愛情嘅結晶品？查實喺呢個冷酷嘅金錢遊戲入面，呢啲小朋友就係佢最重要、最有份量嘅人肉籌碼。大家試諗下，對於一個作風傳統兼保守嘅豪門家族嚟講，相信家族血脈就係一切。而每一個小朋友嘅出世，唔單止加深緊佢同馬青亨嘅聯繫，更加係為佢自己嘅未來買咗一重又一重極之穩陣嘅保險。因為就算將來有咩變卦都好，只要呢4個小朋友喺度，咁佢就永遠都會同馬家同呢個百億家族有住切唔斷嘅血緣關係。而呢一種用小朋友作為長期飯票嘅策略，就係佢最叻、最識得計算，亦都係最令外界震驚嘅地方。咁當然啦，呢9年絕對唔容易過。雖然佢唔使憂柴憂米，住緊山頂獨立屋，出入有私人司機，湊仔有保姆，喺物質生活上佢可以話係要乜有乜。但係呢一切嘅背後，其實全部都係明碼實價。講到底，呢段關係嘅本質就係一場交易，因為佢要嘅係長期嘅物質保障，而相信對方要嘅除咗係年輕嘅身體之外，更加係一個唔會惹麻煩嘅情人。所以佢嘅工作就係要確保呢4個小朋友喺佢哋嘅世界入面健康快樂咁長大，同時又要永遠保持低調，亦都唔會威脅到對方嘅正室同埋家庭。而呢種隱形嘅情感服務，正正就係佢換取山頂豪宅、名牌手袋嘅核心價值所在。所以為咗換取呢啲價值，佢唯有將呢個秘密維持咗足足9年，直到2025年，佢先決定親手引爆呢個炸彈。但問題嚟啦，既然佢嘅隱形策略咁成功，要錢有錢，要樓有樓，
佢都已經得償所願啦。咁點解要喺2025年突然之間親手引爆呢個炸彈，高調咁走出嚟呢？因為喺2025年1月，東周刊獨家影到佢同馬清亨喺餐廳激吻，所以呢段隱藏咗9年嘅關係就終於正式曝光。而一般人面對咁樣嘅情況，可能會係急急腳道歉、潛水，又或者請求原諒。但係佢嘅反應竟然係主動行出嚟，仲揾埋嗰間爆佢料嘅東周刊接受獨家專訪。佢當時嘅姿態絕對唔似係一個俾人揭穿咗嘅小三，而佢更加似係一個終於等到機會嘅勝利者。佢面對住東周刊嘅記者，佢當時身上嘅嗰種氣場，絕對唔似係一個做錯事而被審問嘅小三，而佢俾人嘅感覺，直頭係一個終於等到機會上台嘅女主角。當時佢從容不迫咁翹住腳去回答記者嘅尖銳問題，佢唔單止冇迴避，仲要笑笑口咁反問翻記者，因為佢知道呢一刻全香港嘅鏡頭都聚焦喺佢嘅身上，而佢等呢個機會可能已經等咗好耐。而佢嗰次訪問嘅金句真係句句都好似核爆咁震撼，因為佢好囂張咁講，有錢比結婚重要，做小三隨時比正宮更有錢。而佢面對網民嘅圍插同埋批評，佢就一於小理，並冷笑一聲話：你哋呢啲蟻民只係眼紅我嘅美貌同埋身材啫。佢甚至直認自己係賤人，但對呢個稱號一啲都唔介意，仲覺得好威添。你睇下呢啲說話係咪好似一個企喺擂台上面打低晒所有對手嘅拳王，展現出贏到盡嘅姿態呢？到底佢點解要咁串呢？講到底佢就係搶奪話語權，因為與其俾傳媒亂咁寫，俾公眾亂咁估，咁倒不如佢自己做莊，親手將呢個古仔嘅定義權搶翻嚟。佢要話俾全世界知，佢唔係一個俾人呃嘅可憐蟲，而佢其實係呢個遊戲嘅高級玩家。結果呢，一個本來係毀滅性嘅負面新聞，就係咁鑑生俾佢扭轉成為自己嘅成名作。所以你話呢個女人係咪好恐怖？同時又係咪好厲害呢？經過呢次高調嘅宣戰之後，佢徹底喺網絡上面爆紅。不過呢一種係人人喊打嘅負面爆紅之後，佢就俾網民封為最強小三。但呢個明明係負面到爆嘅標籤，佢唔單止照單全收，而且仲將佢變成自己最獨一無二、最 sharp 嘅招牌。跟住佢開始全力經營自己嘅社交媒體，並喺 YouTube、IG 火力全開。佢拍 room tour， 大大方方咁展示佢嗰間月租成10幾萬嘅山頂獨立屋，分享佢坐頭等艙，拎住成10幾萬一個嘅 Hermes 手袋去買餸嘅平凡生活。佢將晒命呢樣嘢變成一種專業，講得好聽啲就係佢開始轉型。佢開設自己嘅公司 Rich Sis， 喺公司舉辦活動嘅時候，馬先生亦都毫不忌諱咁公開出席活動，而且仲要拍埋成個過程放上網。同時佢仲推出歌曲不勞而獲，甚至出埋專門教人釣金龜嘅課程。佢接受訪問時仲公開承認自己同之前好出名嘅何太一樣，都係好貪錢。講得難聽啲，呢啲根本就唔係咩嘢事業轉型，而係一次精心策劃嘅污名變現。因為佢將最強小三嘅呢個身份由一個被動嘅污名，主動變成一個可以出賣嘅商品。而佢賣嘅係一種不勞而獲嘅價值觀，係一種只要有錢，就算要做人小三都可以好威嘅生活方式。而佢嘅呢一套策略，竟然真係吸引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支持者。當你以為佢會因為壓力而收埋嘅時候，佢就偏偏要同馬清亨繼續公開放閃，慶祝交往週年紀念，仲要拖住成班仔女一齊去美國旅行，成個氛圍就好似一個幸福家庭咁樣。可能你一路睇佢嘅片，會一路諗呢個女人嘅心理質素點解可以強大到咁嘅地步？而家嘅五索作風依然好大膽。據報道，佢喺 IG 同粉絲嘅你問我答環節中公開承認自己有僭建。而當有網民問佢有咩想同大婆講嘅時候，佢更直接回應話：恭喜你，你最痛苦嘅難關而家由我嚟承受。甚至佢接受媒體訪問時被問到驚唔驚落地獄，佢嘅答案竟然係：窮人先會落地獄，因為窮人先會做更多冇道德嘅事。而就係呢句說話，將佢嘅價值觀徹底表露無遺。因為喺佢嘅世界入面，錢就係唯一嘅道德標準。佢唔單止要炫耀自己嘅財富，仲要踩低嗰啲冇錢嘅人，從而合理化自己嘅所有行為，將自己包裝成一個人生勝利組嘅教主。但係就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會繼續癲落去嘅時候，去到2026年，佢喺生日嘅時候，忽然間好感慨咁講咗一句話：之前嗰個五索只係一個劇本，我而家想做翻自己，拍自己中意嘅內容。大家聽住啦。佢嘅呢句說話非常之關鍵，因為佢似乎開始意識到呢個靠踐踏窮人、販賣不勞而獲價值觀去建立嘅劇本係行唔遠嘅。但問題係，當呢個劇本已經為佢帶嚟豪宅、名牌同知名度嘅時候，佢口中嘅所謂做翻自己，又係咪只係另一個更精緻、更高級嘅包裝呢？五索呢個故事，大家睇到呢度可能會好憎佢，但亦都可能好佩服佢，因為無可否認嘅係，佢將向上流動呢4個字玩到出神入化，玩到一個極致。佢
佢將社會對女性嘅所有道德枷鎖全部掉晒落垃圾桶。佢將自己嘅青春、身材，甚至係生育能力變成一個又一個精準嘅金融工具，而佢只係用咗好短嘅時間，就由街市妹住到去山頂豪宅，爬完好多人十世都爬唔完嘅階梯。更有意思嘅係，當伍索被封為新一代最強小三嘅時候，竟然有唔少人企出嚟支持佢。佢將不勞而獲同埋對金錢嘅追求公開變成自己嘅價值觀同內容方向。呢啲同主流社會完全背道而馳嘅價值觀，反而令到佢更出名、更受追捧。而呢種反應就同當年安心事件入面作為進擊小三嘅黃心穎長期被網民圍插嘅情況形成咗強烈對比。點解同樣係小三事件，公眾嘅價值判斷會出現咁大差異呢？係因為時代改變咗，定係我哋對唔同人嘅價值觀出現咗選擇性嘅扭曲？當一個人夠大膽、夠高調、夠有錢，甚至夠厚面皮去將呢一切包裝為成功學，社會嘅道德要求會唔會就咁樣降低咗呢？伍索嘅故事可能仲未完，但係佢已經留低咗一個值得我哋每個人反思嘅問題，就係為咗贏，你究竟願意輸得幾盡呢？而當我哋批評緊佢嘅時候，我哋又係咪喺不知不覺間用我哋嘅點擊同埋關注，為呢場污名變現嘅大龍鳳貢獻咗最實質嘅流量呢？大家對呢個故事有啲咩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歡迎喺留言區表達你嘅意見。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記得訂閱 Set 檔案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